2020是台湾灯会伫台南已经圆满闭幕，不过真侪民众游玩真有兴趣，满都满足，纷纷希望延长灯会水。加上民间团体对着会场的需求嘛相当踊跃，所以市长顺应民意，宣布延长众神之门 App 的下载期限到3月31号。民众才用该 App 扫描图卡，来定时将众神的祝福请回来厝。常受到民众喜欢的甚至下载率超过 Netflix 的这个台湾灯会众神之门 App。那通过这个 App 可以把众神的祝福带回家，放在你的手机里，这是得到神明的祝福，一直是持续不坠的。尤其台南是众神之都，所以说众神的祝福带回家是最好的。众神之门是艺术家林俊廷运用 AR 技术所做的作品，参像带领观众穿越时空，当神秘的门一拍开，新娘红红拢会走出来。嘛，参像是台湾灯会外带版本，相当有意思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